新聞一開始先來看泰國首都曼谷的北部一間酒吧遭半暝火燒，目前已經上報27人死亡，超過60個人受傷。有走出來人講是舞台邊仔安全開關先導火，詳細原因閣愛調查。醫護人員對酒吧內底甲罹難者遺體扛出來，路邊救護車已經停甲停電。這場大火災發生了後，泰國總理安努廷隨趕去現場了解狀況。That happened to be on the stage when the incident took place. He said that there was a fire at the cutout switch, and after that thing happened very quickly, and there was blasting, and everybody tried to flee themselves from the smokes and the flame. 泰國當地時間翻點過7月13日時，首都曼谷北部恰圖恰地區一間連鎖酒吧熊熊發生火災。因為酒吧生意真好，代志發生的時，內底消費者客甲停電，真濟人袂負責互火燒死。對民眾翕落來的影像顯示，大火直直為酒吧正門燒出來，互真濟消費者走去後壁的便所。雖然警消人員敢若用半點鐘的時間就把火拍花，也毋過火勢拖了上緊。搜救人員入去酒吧了後，佇後壁的便所發現上濟罹難者。泰國警方甲鑑識小組當日透過現場留落來的證件比對身份，詳細的罹難者消息有加就愛較晚才會當公布。因為恰圖恰地區是真有名的夜生活甲娛樂的所在，所以也無排除罹難者當中有外籍因素。同時新聞警員肯備役。